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新嘅一年嘅快閃5分鐘。今年2026年第一次同大家做快閃5分鐘啦。咁喺星期五嘅時間呢，就做一做嚇，同埋呢係做一做關於聽日星期六嘅節目嘅一啲嘅預測嘅啊。今日嘅內容呢，想講啲咩呢？呢5分鐘主要睇翻個股市先啦啊。股市喺新嘅一年呢，係連續升咗3日之後，出現咗2日嘅調整。星期五嘅時間呢，係進入咗新嘅一年嘅第6日嘅交易日呢，係表現係開始都有啲反彈啊。咁但係呢，可以見到整體嘅股市嘅走勢呢，其實呢喺過去嗰2日呢都有適當嘅調整啊。咁由挨近呢26,900點呢個位置呢，係調整落翻去呢25,900幾點嚇。咁星期四嘅時間呢，亦都曾經呢係一度呢係跌穿10天、50天同埋100天線嘅位置啊，落去26,000點之下。咁但係呢，好彩地咧，就係收市嘅時間咧，可以企翻上去3條平均線之上。咁即係話咧，喺年初嘅3日嘅上升完之後，進行咗一次嘅後抽啊，下試翻下邊嘅支持位啊。咁而下邊嘅支持位咧，亦都係有一定嘅承托嘅能力喺度啊。咁所以咧就即係企得上去26,000點呢個關口嘅話，咁都應該對於後市會係進一步係比較正面翻嘅嚇。咁亦都睇翻咧星期五嘅而家呢段時間咧，大概10點零鐘嘅個股市咧都有百幾點嘅反彈，重上翻咧26,300零點呢啲位置。咁即係整體嘅股市嘅走勢嚟睇嘅話咧，仍然都算係唔錯嘅嚇。喺一個唔錯嘅股市之中，如果揾一隻咧表現比較強勢嘅科技股份啊，咁基本上咧除咗新股之外咧，啲科技股份基本上咧都跌得幾多下嘅啊。咁見到尤其是阿里巴巴啦嚇，或者就算係騰訊嘅話，美團呢啲嘅都繼續咧係有一個調整喺度嚇。咁但係咧可以見到咧係我嘅外股咧係商湯個表現係相當之唔錯嘅啊。回顧一下先啊，商湯咧就喺12月18號咧係進行一個係配股啦，31億幾啦啊。咁跟住之後過去嗰大概13個交易日入邊啊，咁除咗配股之後嘅19號係輕微跌咗1個仙之後，咁過去嗰13個交易日咧其中2日咧係平收之餘嘅話咧，基本上咧日日都係上升嘅啊。咁星期五嘅時間咧，亦都係升到上去咧2個4毫2呢啲位置，10點零鐘呢啲時間啦。咁整體嘅升幅咧，如果真係計由1個8毫半咧，已經係升到上去2個4毫2咧，個升幅咧短咧喺13個交易日入邊咧，升咗成30%咁多喎啊！咁都比較少一個傳統嘅科技股份有咁嘅走勢啊。咁所以當日有份睇衰佢呢隻股票配股集資嘅啲人士咧，我諗都真係要跌晒眼鏡㗎啦啊！咁我都當時期同大家做個節目咧，叫大家要係買入呢隻股票啦嚇。咁如果大家有買嘅話咧，都應該到而家有一定嗰個利潤喺度啦嚇。咁係咪要係而家要食糊啊？2個4係咪一個目標價啊？咁話俾大家知道，絕對唔係㗎，絕對可以繼續揸住嘅啊！咁點解會係咁強咧啊？咁除咗係配完股之後啊，咁攞咗股票嘅啲人士，當然要係做啲嘢啦，可能嚇咁都做一做嗰個年結啦，做得唔錯啦啊！咁跟住咧繼續上升啦。咁近日嘅上升其實仲有啲咩嘅原因咧啊？公司就冇任何嘅內容公布，咁但係咧我自己咧就喺今個星期之內咧係睇到啲嘢喎，因為咧係1月7號嘅時間咧，工信部咧就發布咗一個人工智能加製造嘅呢一個係一個文件出嚟啦啊！咁到底文件入邊嘅內容係講啲咩咧？嗱，其中我諗大家要係認識一個新嘅名詞，其實呢個名詞咧就係上年已經有㗎啦，只不過咧就係即係冇乜點樣係即係發揚光大啊！咁但係咧呢個名詞咧或者呢一個一個項目咁樣咧，大家要留意咧就係話係
腦機接口呢一樣嘢啦。腦機接口到底係咩嚟嘅咧？對於商湯嚟計，會有啲咩嘅刺激嘅幫助喺度咧？對於佢業務嗰方面有冇啲咩嘅有相關嘅啲項目，會為呢一個新嘅國家嘅一個係即係方向或者呢個產業嗰方面嘅發展，會帶嚟一啲咩嘅憧憬喺度咧？聽日星期六3點鐘同大家詳細講內容。OK， 聽日見，拜拜。